才老師喺課堂上講叫大家守法，係咩守法啊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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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你聽錯啦，老師係講修髮，即係叫我哋保護好我哋嘅頭髮啊。老師講嘅係守法，意思係遵守法律或者規則。哦，係 law abidingness，我哋係法治社會嗰度生活，喺社區嗰度要遵守交通規則，喺學校都要守校規。其實我哋因為宗教信仰，對規條都嚴謹遵守，但對於社會上嘅法律規條，好多時都因為唔識睇告示上嘅中文字而唔小心違反規則。就好似平時過馬路，原來交通燈綠色人仔燈號閃動嘅時候，我哋係唔可以橫過馬路㗎。我哋去外地旅行都會有同樣嘅情況，好多時候我哋都好中意喺啲景點度影相打卡，但係浸溫泉、汗蒸幕呢啲公眾沖涼設施係有告示提醒禁止拍照，如果冇遵守嘅話，就有機會觸犯當地嘅法例。我同爹哋媽咪去過好多唔同地方啊，都接觸過好多嚟自唔同文化同埋背景啲 friends。其實到邊度都要多啲了解當地嘅法規，咁我哋同人哋交流嘅時候就會更加得體同埋尊重咯。冇錯，除此之外，個人自律守時、考試唔出貓都係守法嘅行為。吓？唔出貓？點解考試同貓有關嘅？哦，出貓咁咪即係 copycat， 即係抄人哋嗰啲試卷啊！出貓係廣東話口語，意思即係作弊。據說咧，貓喺中國北方有躲藏嘅意思，而當喺躲藏中顯露出嚟，就可以講係出貓。喺考試入面，出貓嘅考生會先將一張寫有答案嘅紙貓起嚟，即係咧收埋起嚟，然後入到試場再拎出嚟，呢個動作就等同出貓。另一個詞語係出術，即係出蠱惑、作弊咁嘅意思。其實亦都唔係淨係講考試㗎，嚟緊學校有運動會，大家比賽嘅時候都要遵守比賽規則，千祈唔好因為想贏而出術犯規啊！依家都有一個遵行守法嘅機會，就係準時坐返埋位，安靜等老師上堂。